我的演員自我修養，第一點，首先呢，就同導演啊、劇組們溝通晒，即係譬如我呢次擔綱個位置係主角啊、男二號啊，或者係客串啊，我嘅功能性喺邊度？第二呢，就係我自己本人呢，就係會從造型入手嘅，因為我覺得造型首先俾到自己可以帶到入戲，同時間呢，令到觀眾更加容易喺電影院啊，或者喺手機嗰度啊，都會更加入信我嘅角色，從而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加投入喺部戲裏面啦。第三，當然就係好緊要嘅劇本，一劇之本。通常我哋睇劇本呢，係會分好多稿嘅，即係你會見到可能第一稿，跟住第二稿、第三稿，永遠都係修改中，直至到現場都喺度修改緊。咁所以呢，我哋無論係第一稿，我哋都會睇咗先嘅，因為點解呢？第一稿就其實基本上成個故事框架嘅內容出咗嚟㗎啦。你熟讀咗第一稿嘅説話呢，就算佢再加嘢減嘢落去呢，你基本上都冇乜問題嘅。其次呢，我自己嘅習慣呢，就係一收到劇本呢，我先睇一次當小説咁樣，然之後就開始背熟佢啦。甚至乎我會背埋對手嗰啲劇本嘅，即係如果仲記到嘅説話，因為咁樣方便好多。我知道喺譬如對手嘅説話內容係乜嘢，我就會設計用一個乜嘢嘅表演方式。即係呢個就係劇本同編劇同埋演員之間嘅互動好緊要啦。第四，我係唔會喺片場度揸住份劇本嘅，唔係唔尊重啊，而係我慣咗逼自己盡量記晒所有嘢入腦先，唔好依賴長期有份劇本喺度。我自己本人認為對我嚟講係錯嘅。因為入晒腦嘅説話，無論佢加啲嘢落去咧，或者刪減一啲嘢咧，我都會覺得就喺晒我腦海裏面啊嘛，唔需要成日覺得要睇劇本啊嘛，因為你個劇本已經印咗喺個腦海裏面啦。第五就係大家所知啦，拍電影咧好多時咧會導演坐咗喺個我哋叫芒壇嘅地方啦，睇下A 機同埋 B 機兩部攝影機睇下點樣，跟住有一睇回放嘅。咁我有個好嘅導演啦，莊文強導演俾咗幾個感浪我嘅，就係話一啲前輩級嘅巨星咧，就唔會離開我哋俗稱芒壇咧，即係導演睇回放嗰個地方啦，或者睇拍攝現場嘅地方，因為我哋要知道導演拍緊乜嘢，嚟緊要拍乜嘢，同埋佢上一場拍緊乜嘢，咁我開始要準備好我嘅情緒。我喺現場好多時都唔玩手機，即係除咗放飯啊，或者真係唞唞啊，咪攞部手機嚟讀下啫。唔玩手機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喺片場已經好多嘢要顧啦，譬如你自己嚟緊下一場戲，可能係一啲好用感情啊嘅戲啊，要自己匿埋喺耳邊培養下，或者拍啲好輕鬆嘅嘢，咁我就會盡量揾人多啲傾偈㗎。同埋其實片場咧有好多嘢可以學嘅，學無止境。譬如你睇下人哋燈光老師佢點樣打燈咧，哇！原來咁樣打可以靚啲嘅。咁攝影師哥哥點解咁樣擺嘅咧？佢個機位，跟住又同佢吹開水傾開偈，咁你又學得多啲嘢。咁其實咁樣咧，再加速埋喺個劇組裏面同所有人嘅關係好咧，咁無論係燈光啊、攝影師啊，或者導演啊、編劇監製都會錫晒你，都會打得你燈光面口靚仔啲，機位都靚仔啲啊嘛。最後，我覺得我哋做電影或者做演員都好，基本上最緊要都係嗰兩個字：尊重。OK，bye。